今年2025年係禧年，天主教教會嘅主題係希望的朝聖者。除咗日常生活中要敬主愛人、多行愛德之外，我哋要對天父充滿盼望，常常祈求天父看顧我哋。3月5號係四旬期嘅開始，喺四旬期裏面，我哋有4件大事要做，就係常常祈禱、克制自己、反省過錯，同埋樂於捐助。學校會舉行四旬期運動，當你見到呢個紫色嘅捐獻箱，希望大家問準爸爸媽媽捐錢，多多幫助有需要嘅人，就好似我哋寶血女修會與弱小者同行嘅精神。希望大家都有一個行善嘅愛心，樂於幫助弱小。呢啲善款會捐俾有需要嘅人，咁就係敬主愛人嘅精神啦。